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5年10月7日。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1篇，利未记第4章34节到第5章的第4节。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1节到第7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靠主刚强。咱昨分享到迄个生歌。对伫宗教，对伫一个人的灵性，咱的反省甲洁净的一个重要性。伫摩西律法的中间嘛，时常提到着迄个献祭。伫整个的献祭的概念内底，就是圣别，也是咱咧讲的正圣。这是非常重要一个出发点啦吼。对伫羊的血的献祭，咱讲洁净。到伫幼稚的献祭，芳芳的祭，因人都爱真细致来洁净咱家己，毋通互家己来目拉三离开上帝的道路。伫花莲公乡的一个救难的现场，有一个讲中文的外国人讲有一个灵的感动啦吼。然后伊就讲知影吼，有一个偶像台伫内底需要救助啦吼。咱知影这个伊讲观音的佛像，伊足认真啊，就这个甲这个观音的佛像，伊讲爱甲救出来安尼啦吼。其实咱就知影讲真明白，知影这个偶像需要人的救助，这个人却愿意安尼由愿拜甲。真严格安尼啦吼。其实，互人离开真神的敬拜，是一个足大的问题啦吼。咱在敬拜倚靠的是咱所伫拄着困难的中间，会当来帮助咱，会当互咱倚靠的上帝，毋是迄个目睭看会到待伫土埋中间人的手所刻的这个偶像。利未记第4章34节到第5章的第4节，摩西律法安尼讲着，这是用着镜头来运羊绵羊母的血，抹伫献烧化祭的祭坛4支翘起来夹，剩的血拢倒伫这个祭坛骹。奉献的人就将所有的油拢摕起来。甲提平安祭的精生的油同款，这是着伫坛顶用火烧遐个油做的祭物，献互上主，安尼为着迄个人来赎罪，伊就得到赦免。第5章，人若受到要求伫公众的面头前，着为着所听到的、所救助的事来做证，毋过伊毋肯，伊就有罪，着对家己的罪负责任。若有人忘着无清气的物，无论是野兽、精生，还是虫拖的身躯，伊拢是虽然伊毋知，伊嘛是无清气，依然有罪。人若有忘着任何无互人无清气的物件。虽然伊毋知，到伊一个知，伊就有罪。人若有随便咒詛，无论出于善意还是恶意，虽然伊无意识来为着家己随便咒詛，到一个知就有罪。保罗嘛知影提摩太以及当初时的基督徒受到异邦宗教的影响甲冲击非常严重，所以就提醒提摩太着爱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来刚强起来。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1节到第7节，保罗的话安尼讲：所以我的囝，你着靠耶稣基督的恩典坚强起来。你伫真济见证人的面头前，对我听到的这个教示，着交托互遐个忠实，嘛会堪得教示别人的人。你着做基督耶稣的精兵，甲我做伙受苦，服役的兵，若互官长欢喜，就毋通互生活的代志颠簸。
运动员若无照规矩来比赛，就袂当得到冠军的花冠。骨力正直的农夫当然修成我所讲的话，你着好好啊想，因为主会互你了解逐项的代志。当咱坚定来相信来倚靠主，就会当得到上帝的保守，并且会当晓悟一切的事。诗篇111篇，哈利路亚，称赞上主。伫正直的人的聚会的大会中，我要专心感谢上主。上主的作为真奇妙，伊爱伊作为的人拢欢喜查考。伊的作为尊贵威严，伊的公义永远存续。上主行奇事，互人纪念。伊有恩惠，有怜悯。伊赏赐美牛，互敬畏伊的人，伊会永远记牢伊的约。伊对伊的子民显明大权能的作为，将列邦的土地赏赐互因。伊的手所做的信实公平，伊的律例确实有效，永远袂改变。照信实公正制定，伊救赎伊的子民，伊甲因立永远的约。伊的名是圣通敬畏，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按照安尼遵行，才是聪明。上主应该永远受称赞。求主帮助阮坚定靠主，伫面对困境的时阵，会当坚定来倚靠，互阮会当用来靠主刚强来赢过。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